日頭巴閉，夜晚閉翳，陳振聰被捕。係咪搞咗離婚啊？冇呢回事真係，冇呢回事。尋日晏晝仲巴巴閉閉去深灣遊艇會食晏嘅陳振聰，全程好似俾人監視住咁。一返到山頂屋企唔夠3個字，商業罪案調查科10幾個探員即刻殺到，帶隊㗎咪就係前日第一時間去法庭攞爭產案判詞嘅陳以麗警司咯。Madam 實行喺歌賦山道豪宅殺陳振聰一個措手不及，果然啊唔夠4粒鐘。有車出啊！即刻變閉翳嘅陳振聰屈咗喺警方藍色 van 仔入邊。阿生，好啦，唔好拱啦。平時坐慣7人車嘅陳振聰老婆譚耀清，俾法官話佢夾口供，尋日就夾咗喺2個探員中間，返警署接受調查。佢2個鐘之後獲准離開。至於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嘅陳振聰，再被押去數碼港嘅公司宏霸數碼嗰度調查。律師估計，警方除咗會查冒簽嘅06年遺囑，仲會針對其他呈堂證物，包括情侶杯、情侶相，睇下會唔會都係流嘅。不過，如果陳振聰提出上訴，預料警方唔會落案住，等埋上訴先，就好似龔如心當年咁，搞咗2年先至被起訴偽造先夫黃德輝嘅遺囑。